維園咧係全港最大嘅花市，開市嘅第一晚就已經有唔少市民去嗰度趁熱鬧同埋買年花。有檔主為咗吸引顧客，第一日開檔就開始送禮。年宵市場第一日開市，越夜越熱鬧，有檔主大贈送，仲有歌舞贈慶。梗係唔怕蝕錢啦，咁最緊要其實都係搞下氣氛啫。咁今日第一日年宵咁樣，咁梗係掟啲 app 出去咁樣去宣傳下咁樣啦。呢幾個年輕人舊年都喺呢一度開檔，賺到啲錢，今年再接再厲，仲設計咗開放式嘅舞台吸引顧客。鬆龍迎蛇，維園蛇氣沖天，但有檔主話唔易入貨。嗰啲咧，因為寓意都係好似冇咁好咁樣啦。不過但係咧，我哋又好好啊，我哋揾到隻蛇頸巾咧，又可以好多用途咁，同埋啲顏色好好啊，大紅大紫咁樣啦。新年除咗買揮春返屋企貼之外，年宵亦都有另類嘅選擇，好似呢一款仿照日本傳統吉祥物而做嘅吹氣產品，同樣有祝願新年行好運嘅意思。全港14個年宵市場會開到年初一嘅凌晨。無線電視記者李盼龍報道。同喺維園李盼龍傾下啦。李盼龍啊，檔主對今年嘅生意有冇信心呢？係啊，景俊啊，其實唔少檔主都話咧，其實最緊要咧係天氣好唔落雨，多啲人行咧生意都好啲㗎。咁可以睇到咧，第一日年宵市場呢一度咧，唔少檔主咧都非常之落力咁樣推銷。咁咧佢哋嘅聲勢同埋精力咧都相當之充足㗎。咁其實咧佢哋就話有部分檔主咧其實係會通宵營業，希望可以賺多啲。咁至於濕貨方面啊，其實頭先都同一個賣桃花嘅檔主傾過，咁就話咧因為咧部分桃花咧因為天氣回暖啊，所以早咗開。咁第一日咧，所以已經要減價一半咧先至賣得出，咁所以寄望未來幾日啦，可以生意好啲，薄利多銷。咁去到報道係咁多啦，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。好啊。